今集嘅 X Power Gear Lab 咧就要講下龍珠嘅10000 mAh磁吸充電器。咁之前講龍珠嘅產品咧，攞個孫悟空出嚟示範啦，攞個布歐出嚟示範啦，所以咧今集咧係攞呢個比達出嚟示範，而比達嘅主色咧係藍色嘅。咁啊，除咗10000 mAh 即係非常之足夠嘅電量之外咧，今次嘅 design 咧亦都特別加入咗喺磁吸嘅後面咧，呢度有一粒4星珠喺度。之前通常磁吸嘅部分咧都係一個就咁嘅一個圓圈係嘛，而家咧後面都有一個 design 嘅，咁啊中意龍珠嘅朋友咧，咁呢個 design 都幾貼心嘅，我覺得。10000個 mAh 就係佢嘅基本電量啦，咁另外亦都支援呢個 PD 3.0嘅快充輸出啦。下面咧見到一個Type C 嘅輸出喺呢度嘅，咁啊大部分啦旅行需要使用到嘅認證咧，亦都係攞晒㗎啦。咁帶上飛機咧，亦都係冇問題。而為咗方便大家帶上飛機咧，佢有個 fit size 嘅套啊，俾你咁樣攝入去咧。有啲飛機要求你一定揾個袋入住咧，佢已經咧做埋呢樣嘢俾你㗎啦。除咗前面有線支援 PD 3.0嘅快充之外咧，咁後面磁吸嘅部分咧，亦都支持呢個 QI2 嘅無線快充嘅。表面呢度咧有個細細嘅 mon 仔，唔好以為淨係顯示電量啊，仲顯示埋個功率嘅。除咗有幾多 percent 之外，即係話俾你聽而家我輸出咧仲有做緊幾多？呢個係一個非常專業嘅彩色 mon 仔嚟嘅。呢個4星珠嘅位置，除咗係俾你磁吸充電話之外咧，亦都可以俾你放上你嘅 AirPod 嚟充電，咁一機幾用啊嘛。同 X Power 嘅其他充電產品一樣呢個產品一樣有過熱、過充、過流同埋短路嘅保護裝置，咁就算喺本土使用或者帶出去旅行上飛機等等咧，都唔怕有安全嘅問題啦。呢件 X Power 產品都有1年保養，半年內有壞仲一換一添。仲有購買任何 X Power 產品咧，即可喺產品表面做翻個個人刻名服務嘅，訂製個人以及公司嘅禮品打造你獨一無二嘅禮物詳情可以向 X Power 客服查詢嘅。